你好，我係 Isaac。咁我而家喺都會大學完成咗一個學士學位課程。咁我做緊一個叫 Project Management 嘅工作。咁而家主力咧就將一啲 AI 研發嘅產品啦，就導入喺一啲產品入邊。電腦科學咧，其實就係關乎於一啲 computer language 啦，當中有 coding 啦，有 networking 啦。咁但係同時間咧，電腦科學咧都關乎於數學啦 calculus 啦、algebra 啦或者 matrix 嘅。咁所以咧，其實咧電腦科學同數學咧都係息息相關。作為一個 distance learning 嘅學生啦，當時選擇咗去呢一個課程遙距課程嘅原因係因為其實生活上面都有好大嘅壓力啦。咁而遙距課程嘅話咧，有一個好大嘅彈性，就係俾我哋咧就有一個自主嘅空間。咁我哋可以咧透過課程嘅一啲配套啦，咁可以選擇一個遙距式嘅上堂嘅過程。其實1年內完成學士學位課程咧，其實係都係會有挑戰啦。咁但係點樣完成到呢一個嘅學士學位課程？咁當時候咧就有大概係60個 credit 咧，就帶咗去呢度都會大學入邊咧，就進行一個叫學士學位。咁而呢個學士學位課程咧，就主要有90個學分。咁佢豁免咗個60個 credit 嘅話咧，咁其實我只要讀30個 credit 咧，就可以完成到呢個學士學位課程啦。喺我讀書嘅時候啦，咁其實最重要嘅學習技巧咧就係15至30分鐘。咁係呢個係一個 standard 係 for 乜嘢嘅咧？咁其實呢15至30分鐘咧係可以每一日俾我哋 review 翻。咁其實我哋所學到啲乜嘢喎？咁譬如可能你喺個 computer code 入邊，你有15至30分鐘去做一個 review 嘅話咧，其實對你之後嘅學習咧係會有一個特定嘅程度嘅基礎啦咁樣。咁同時間咧可以透過呢15至30分鐘咧學一啲新嘅學習。譬如可能你會去各大平台啦，去 YouTube channel 啊，其實學一啲新嘢嘅話咧，呢15至30分鐘咧係好有效地去幫助到你去預習啊，或者去嚟緊下一個 lecture 啊所發生緊嘅事。咁所以其實呢15至30分鐘係非常之重要嘅。獨特嘅分享方法就其實都係以往前學者啊，佢哋都用開㗎啦，就係圖像記憶法。乜嘢叫做圖像記憶法咧？當我去講一個粉紅色大笨象嘅時候咧，你個腦海一定係會諗起一件粉紅色嘅大笨象啦。咁但係我哋可以將呢個圖像拆分嘅。大笨象入邊有耳仔啦，大笨象入邊有鼻有腳。咁同時間喺呢一個唔同嘅位置上面去表達緊一啲唔同嘅信息嘅時候，你可以透過代入法去記住呢一個樣嘢嘅。譬如可能大笨象嘅耳仔，佢可能代表住 computer language 入邊嘅 if else statement， 亦都可以係喺個大笨象嘅鼻哥，原來佢嗰度係黑色嘅喎，黑色係代表啲咩？原來嗰個叫 full exception。咁其實咧嗰陣時候咧，你可以透過呢啲咁嘅聯想咧，大笨象係譬如可能個鼻會喐噶嘛，咁我咪可以喺個做個 flow exception 咯。咁所以其實咧呢啲嘢咧係好有效地幫助我哋去學習，而同時間增加咗我哋嘅記憶同埋理性思考。喺遙距學習啦，咁其實我哋要面對好多課程啦，咁可能會有一啲嘅 assignment 啊，或者可能有一啲嘅唔同嘅 project 啊咁樣嘅。咁而我哋其實呢啲嘢都唔係一啲好大嘅困難，反而最大困難嘅係自律啦。咁因為如果你唔自律嘅話咧，其實你去做功課啊，或者去做其他嘢嘅時候咧，你一有分心，咁其實咧係達唔到我哋想要去嘅目標㗎。咁而我哋點樣面對呢啲挑戰咧？咁其實呢啲挑戰有陣時每一刻都要提醒自己啦。咁其實當我有一日我完成到呢個課程嘅時候，我可以有更多嘅選擇空間，譬如可能係就業啊、升職啊咁。咁其實咧對我哋嚟講咧係一個非常之好嘅目標嚟嘅。保持學習動力有2個主要方向啦。咁其實第一個方向咧就係要不斷咁樣去睇到自己完成咗個學士學位課程嘅選擇權啦。咁而呢個選擇權會係啲乜嘢咧？咁當我未完成個學士學位個課程咧，我睇到個選擇性好低啊。咁而我喺職業選擇方向嘅話咧，係接近係一啲可能好好嘅職位係冇可能會接觸到啦。以投考一個警員為例，佢哋係由警員晉升去督察嘅話咧，可能要一定好長嘅時間，可能10年啦、8年啦咁樣。但係當你完成學士學位嘅話咧，其實咧你就可以直接去投考督察。咁而呢個動力咧係睇到我會幫助到自己去行
下一個嘅目標咁樣嘅。咁而第二個方針咧就係一啲嘅成就感。乜嘢嚟嘅咧？其實一啲成就感咧，可能係透過呢啲 assignment 做功課啦。咁而你做完一份 assignment 嘅時候咧，你會見到咧，其實你所做出嚟嘅成績係有助回饋翻你之後咧去做一啲唔同嘅 assignment 嘅。因為呢啲所有嘅成就感咧，其實咧係要不斷咁累積，而同時間呢啲累積咧係可以幫助到你日後嘅 career path。喺遙距生啦，咁其實我哋都嚟自啲唔同嘅範疇啊，唔同嘅學校啊咁樣。咁其實都會大學本身咧自己有個 OLE platform 嘅，咁其實當中有個叫 discussion board 啦。咁當我哋學習上面有任何問題嘅時候，我哋可以透過 discussion board 去發問。咁同時間咧即係 lecturer 佢哋會喺嗰個OLE platform 入邊咧就回覆翻我哋可能每一題嘅細節啊咁樣。咁同時間咧好多 lecturer 咧佢哋自己有啲 private sector。咁可能譬如有啲透過唔同嘅交流軟件啊 ，WhatsApp 啊，或者可能 Web Pages 啊，咁佢透過一個指定嘅開放時間，咁你可以去問佢，咁佢咧就好樂意咁樣回覆翻我哋嘅。咁而同時間同學咧，我哋之間咧都可能會有啲互相嘅溝通嘅時候，都會透過一啲唔同嘅渠道咁樣，咁去增加個學習氣氛。都會大學咧啲 lecturer 咧，其實好多都好資深啦。咁其實佢哋好多時候見到我哋同學仔咧面對嘅困難咧，其實佢哋都會有一啲特定嘅個人平台㗎，咁譬如可能有啲 web pages 啦，咁佢哋會發放啲 notes 啊，或者其實當日佢哋喺 lecture 嗰度講咗一啲咩嘅細節咧，佢哋會透過嗰啲地方咧去發表咁樣嘅。咁而好多時候同學仔佢哋遇到嘅困難咧，我哋都會透過啲 WhatsApp group 啊，可能discussion board 啊，或者去 Teams 啊，去進行一啲講解。有陣時候都會有一啲 face to face 嘅情況。咁但係當我哋去到某啲讀電腦嘅情況下，我哋唔識，可能要 debug。或者可能有一啲 function 我哋用唔到或者理解唔到嘅時候咧，咁通常老師咧就會喺完成咗課堂咧，就會同我哋去一一拆解。咁而當次咧我哋去唔識嘅情況下，再去問幾個同仔去問老師啦。咁其實老師都用咗成個鐘頭去解答到我哋嗰個究竟嗰個 computer language 嗰度發生緊一啲咩事。咁所以其實咧老師好多時候咧都會好有心去教翻我哋一啲願意去學習啊，願意去付出嘅同學仔。職業嘅幫助咧，其實係一個好大嘅躍進啦。完成學士學位咧，其實某程度上係投考其他政府嘅工作啊，其實係多咗好多嘅機會。你留意到好多時候喺CSB 啦，即係叫做政府公務員事務局入邊嘅網頁入邊，你會見到好多工種咧，其實已經必須有學士學位咧，先至可以有一個晉升嘅階梯。咁所以咧，其實如果喺未完成學士學位嘅情況下咧，選擇性係某程度上真係低咗。作為一個在職人士啦，重新投入翻去校園生活嘅話，其實我嘅取捨咧，反而係放棄咗生活嘅一啲節奏。咁因為我哋平時在職嘅情況下咧，會有好多應酬啊，可能有好多工作嘅壓力啊。咁如果再讀翻書嘅話咧，其實嗰個壓力上面咧會有一個好大層次嘅提升咗。咁而讀書嘅話咧，可能會有唔同嘅 assignment 啦，可能會有啲細嘅 project 同埋有啲考試。咁所以其實咧，好迫於無奈地，生活有好多冇乜必要嘅細則咧，我哋生產出嚟嘅話咧，你必須要取其義嗰個放棄，因為嗰啲嘢係冇可能協助到我哋去有一個好大嘅成長啦。同時間選擇讀書係自己安排㗎嘛，咁如果喺揀咗呢條路嘅話咧，就必須要努力去完成。當你考慮緊嘅時候，就係一個行動嘅時候啦。咁當你去報讀遙距課程嘅時候啦，咁我都建議同學咧喺每一科上面起頭嘅時候，必須要報一兩科，咁令自己有一個好大嘅信心先。咁而呢啲信心咧係有助到你完成咗之後課程嘅話咧，會繼續去行多啲科目啊，或者其實可能喺你職場上面有一啲唔同嘅更新。咁因為我哋而家喺都會大學入邊讀課程啦，節奏佢嗰個節奏咧係比較自由嘅。咁而自律性係有助提升到我哋喺職場入邊咧一啲嘅空間，咁可能會有啲就業嘅會有一啲幫助啊，或者處理問題上面咧話咧係都有啲提升。所以其實咧我會建議同學報讀嘅時候從小做起，就集腋成裘。